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曼聯花生台，跟住有我水哥喺度講波。好啦，咁啊嚟到 weekend 啦，聽晚嘅雙紅會呢，我哋主場呢就會迎戰利物浦，只要呢順利贏波呢拎齊3分，就可以呢主動鎖定下季嘅歐聯席位啦。嗱，咁係一場呢就啱啱好嘅 timing 嘅比賽啦，對正宿敵利物浦啦。咁啊呢場贏住嚟搞掂完成今季嘅目標嘅話呢，就係一個最理想嘅結果啦。咁啊，再一齊咧都睇埋咧今個5月啦，我哋咧一共咧就有4場比賽，亦都係今季嘅最後4場波啦，係會喺翻咧每個 weekend 咧就踢一場嘅，而且咧都係個靚嘅時間比賽。剩低嘅比賽嘅對手咧就除咗今場嘅利物浦之外咧，仲有咧就係新特蘭啦、森林同埋白禮頓。而又順便講埋啦，今場咧打利物浦嘅賽前消息咧就估下上場咧因為有小傷咧而入唔到比賽名單嘅佢咧，已經咧就喺最新訓練場度咧又見翻一齊練波啦。而賽前記招咧卡貝克都話埋啲估下咧應該咧預期咧就可以出得翻。至上場比賽中咧疑似因為有啲傷而要換走嘅所以咧，亦都預料咧就冇咩太大問題噶啦，應該咧就可以繼續咧就正選踢。咁啊，連埋上場咧就已經可以做翻後備，但上場未有上陣嘅多股啦，就即係曼聯咧基本上咧傷兵咧應該咧就只係剩翻咧迪列特一個啫，而同埋咧利馬仲要因為咧上次咧所謂嘅暴力犯規紅牌停賽3場咧，仲要停埋利物浦最後呢場嘅。咁係啦，而其他人咧就應該就係悉數咧就 ready 晒噶啦。而同時咧，另外咧仲有則咧重要嘅球員消息咧，就係美奴咧上條片咧2-3日前提過，咁啊佢咧就話咁快咧就已經官宣埋啦，係正式續咗約，一如之前傳聞講咧就會續到咧2031年，而人工咧而家咧有傳媒報翻咧就話咧13.5萬磅嘅周薪嘅，但連埋仲有啲比賽嘅獎金啦，同埋 bonus 嗰啲咧，即係加埋咧，可能咧就係接近一如之前傳嘅15萬咁上下啦。嗱係啦，麥加亞啦，之前咧就已經續好咧1+1，而美奴咧而家咧就續好去到2031年。咁預期咧下一步咧正式咧確立埋歐聯位之後啦，嚟緊再進而接住落嚟嘅重頭戲環節咧，一定咧就係選帥方面，即將咧就要落埋最終決定噶啦。到底係咪就揀卡域克留任呢？嗱，咁關於選帥呢度最新咧同大家帶嚟翻嘅最新消息咧，就係近日咧有源自 Telegraph 嘅報導。咁啊，雖然咧佢哋咧一向消息來源可信度咧都只係一般般，但都可以暫時作為參考下嘅性質咧睇住嘅先嘅係咧。據 Telegraph 佢哋所知，雖然咧外界咧一般認為曼聯咧應該咧就喺順利攞到歐聯位之後，就會順理成章咧揀翻卡域克留任，俾份真正長約咧卡域克咧繼續下季帶落去。但係據指啦，曼聯咧仍然咧就會展開呢一輪選帥程序，會邀請翻咧唔同嘅潛在人選咧講下佢哋嘅 plan， 同埋會做埋 interview 先，然後咧先會最終咧落一個最終嘅決定。而又當中咧 Telegraph 呢度咧係指咧外部潛在人選嚟講，而家當下咧應該咧就係伊拉奧拿會係咧卡域克嘅最大競爭對手嚟。係啦，卡域克嚟到最終臨近關鍵階段啦，對嘅咧原來咧就係伊拉奧拿。咁源自 Telegraph 嘅最新講法咧就係咁樣。嗱，再次強調 Telegraph 嘅報導咧未必就係真料，真假咧就有待確實，但都可以咧 base on 呢個傳聞咧就係討論翻先嘅係，到底繼續揀卡域克嘅優勢同埋劣勢係喺邊啲地方呢？而又揀咗卡域克嘅話，之後咧又可能會有咩潛在嘅問題呢？而如果係揀伊拉奧拿嘅，又會相對有咩優劣之處？嗱，咁先講翻卡域克咧，就其實咧對卡域克咧係咪應該坐正嘅睇法咧？我之前啲片咧自己咧都講咗好多噶啦。我自己一向咧都話，其實咧就喺最初連贏晒曼城同埋阿仙奴之後，我最初咧就話睇定啲先，睇到尾先。而到而家啦，真係嚟到接近尾聲咧，成績睇翻，其實咧真係咧就冇咩好挑剔嘅成績嚟講下。講緊嘅係咧卡域克帶隊咧計到目前為止13戰9勝，勝率咧接近7成。同期成個英超之中咧拎分最多係一隊，將曼聯咧由未炒阿摩廉之前打極都打唔入去歐聯區，只係一直咧就喺邊緣度徘徊。咁更加提埋咧阿摩廉咧今季之前20場咧贏得8場，係僅得4成嘅勝率。而卡域克接手之後，極速咧變成咧而家已經提前幾輪坐定粒六咧坐穩第3，並且咧99% 確定咧歐聯位。咁坦白講啦，就冇得拗嘅一點咧，就係成績咧就係絕對短時間之內咧拉翻起咗嘅。咁呢點咧就毋庸置疑。而卡域克咧而家呢今季接手以嚟啦，做咗嘅嘢咧就係用好自己手上嘅牌啦，擺翻好個陣，擺翻球員咧去啱嘅位置。而仲有咧，雖然咧之前比賽中咧經常咧就講佢換人咧比較遲嘅，但最新嘅呢場又打賓福特，半場唔對路咧就即時咧識果斷變翻陣打5後衞。咁下半場咧就即刻咧見到翻個效果。嗱，呢度其實係見到翻咧卡域克戰術調整咧都係佢嘅彈性，係有變通喺度，而唔係咧盲目咧打死一個方咧就算。
而再者仲要提埋啦，就係卡貝克咧，其實1月接手以嚟咧，就嗰陣咧東出咧就冇買到人，即係目前卡貝克係仲未買到咧自己想要嘅人嘅，或者有可能仲未係咧打到佢心目中最想打嘅戰術嚟，所以係啦，呢度睇啦。如果卡貝克下槍咧有埋佢自己有份參與討論嘅心水新兵人選嘅話咧，可能咧仲有更多上網空間添。係啦，簡單彎一翻咧就係揀卡貝克 positive 啦，揀俾佢繼續帶嘅原因咧就可以好簡單，就係同球會關係良好，亦都得到咧隊中球員充分支持，兼且成績又已經擺到出嚟。嗱，呢啲咧都係揀卡貝克嘅有力原因嚟。但就嚇，凡事咧應該都有兩面睇嘅。嗱，揀卡貝克嘅理由頭先一講咧就可以有唔少，但同時卡貝克繼續留任嘅問號咧，亦都一定咧就有喺度。咁我自己咧就當下諗啦，應該咧就係有兩個大問號嘅，我覺得。嗱，先係第一樣啦，問題會唔會有可能重蹈之前蘇 B 嘅覆轍呢？嗱，做暫代嘅時候一口氣咧就連續踢出表現，正式坐正之後咧就成績回落翻。咁其實咧頭先有提到嘅阿摩廉咧今季之前嘅4成勝率咧，嚟到卡貝克接手之後嘅接近7成勝率，乍眼睇咧好似有天淵之別，但其實一樣幾耐人尋味嘅數據咧反映緊卻係曼聯喺卡貝克接手之後嘅場均 XG 咧，其實就係比之前阿摩廉嘅時代低嘅喎。而曼聯喺卡貝克接手之後嘅場均 XGA， 即係對手預期入我哋波嘅數字咧，又竟然同時係比阿摩廉之前嘅多咗嘅喎。嗱，即係預期入波咧就少咗，預期失波咧就多咗，但成績咧就大大提升。嗱，呢點咧就係有啲怪異嘅。咁啊，以我自己個人睇法解釋咧，就係嗱，曼聯啦，而家咧其實咧關鍵咧就係喺兩邊嘅禁區，關鍵嘅埋門啦，同埋咧關鍵嘅防守咧就提升咗，就係呢個原因咧令到 XG 低咗，反而咧就贏波更多。咁簡單啲、直白啲嘅講法啦，咪把握力強咗咧，因為同時咧自己禁區防守嘅強度咧就更高。咁啊4-4-2嘅防守結構咧係令對手同樣嘅 XG 喺阿摩廉嘅時候咧就2失波咧就多過而家卡貝克嘅時候，唯有咧就係咁樣解釋嘅啫。係啦，嗱，卡貝克啦，目前帶隊13戰9勝，近7成嘅勝率係一個事實嚟，但當中有幾多成係屬於換帥之後嘅特定時期嘅激勵作用？同時有幾多成啦係幸運成分，而真正係屬於卡貝克戰術嘅功勞又究竟佔幾多部分呢？嗱，同埋坐正之後啦，呢啲上述原因咧就會唔會有啲會消失？嗱，呢樣咧夾埋晒咧就係第一樣大問號啦，大家咧就可以各自有個判斷先。咁強調咧，我唔係話呢卡貝克唔好啊，只係咧大家咧應該咧都會有個問號喺度問下，尤其咧就係以蘇 B 之前嘅經歷，係一個咧 reference 咧，大家咧就要諗真啲嘅，唔好太直接 overhype 咗目前嘅成績先，因為咧當中咧唔同因素咧就可以有好多。而緊接落去問嘅第二樣大問題啦，嗱，曼聯啦，之前咧詹 Sir 好直白地講咗，曼聯咧就係以2028年重奪英超咧為目標，而曼徹最新訪問咧甚至咧就更進取地講，下季曼聯係要以爭英超為真正目標。嗱，先唔好論咧呢啲目標咧係咪實際先啦，但大家尤其球迷咧預期咧一定就高嘅。咁問落去嘅問題啦就係卡貝克到底係咪真正一個爭到冠軍級別嘅主帥呢？嗱，咁啊而家啦，今季咧途中做救火隊長，而家睇到救火呢 part 嘅工作咧，的確咧就係完成得幾好，歐聯位咧目標已經接近達成㗎啦。但講到爭冠能力咧，卻係另一回事喎。而且更加要提嘅係咧，下季咧就要多線作戰，同今季強度咧就完全唔同。嗱，咁我自己目前睇啦，就係卡貝克如果繼續帶嘅話嚇，答翻個問題，我覺得咧就保到個成績下限咧，應該咧就唔係問題。即係以今季表現嚟講，下季繼續將曼聯保持喺歐聯位嘅球隊咧，應該就係絕對 OK 嘅。但講到有冇真正挑戰英超嘅能力咧，就真係一個問號嚟啦。咁成績嘅下限，我覺得咧就係會保到，而成績嘅上限有幾多，就係個未知數嚟。呢個咧就係我嘅睇法。係啦，咁啊講晒揀卡貝克嘅優劣啦，同埋應該問嘅問號之後啦，跟住講翻所謂嘅目前最大競爭對手伊拉奧拿啦，就嗱咁其實半個月前咧我已經有講過我對伊拉奧拿嘅睇法，咁啊呢度咧就簡單 recap 翻咧，就係佢帶搬茅咧就係有成績嘅，而且咧就變極主將咧都仲 keep 到添，同埋咧足球風格咧都係積極進取，咁啊呢啲咧都係 positive 嘅因素。但同時未有大會嘅 proven 經驗，更加咧就唔好講話冠軍成績，而且咧又係咪真係 handle 到教曼聯嘅巨大壓力咧？呢啲咧都係好難講。係啦，對比翻走啦，其實曼聯咧而家外部人選咧就真係唔多嘅。咁啊安力基啦，同埋尼高士文根本咧就冇咩點嘅聲氣。如果就真係得翻伊拉奧拿做卡貝克所謂嘅最大對手咧，就我諗咧就唔使點揀噶啦，應該咧就係揀卡貝克。
而如果真係揀卡域克嘅就，based on頭先提到嘅兩樣大問題啦，我會話呢就係卡域克未必係最好嘅人選，但係就係目前手上有嘅最合適嘅人選嚟。咁樣講呢，應該呢就係最貼切嘅形容嚟啦。係啦，目前啦最新選帥形勢嘅睇法 update 咧就係咁樣，嚟緊咧就好期待咧幾時會確定下。而我都係嗰句啦，選帥新聞越靜咧就越似咧就係卡域克噶啦。咁啊卡域克咧我一定咧都會支持嘅，但同時 even 就算揀咗卡域克啦，我都會有翻少少問號喺度嘅。咁到時咧就睇下下季嘅分解啦。係啦，咁啊今次就講住咁多先啦。想支持我嘅話，可以加入 Patreon 做會員，或者出翻呢個 YouTube 會員都得嘅。感謝支持先。好，我哋下條片再見。